紧张啥啦？哦，是搁咧刺激啥？你是当做咧搬布袋戏哦？无啦，迄吼甲布袋戏有关系来宾，还搁伫咧笑啦，袂来，你莫先安尼讲出来好无？好啦，无你即嘛是咧搬倒一出啦，我实在是看无呢。毋是啊，我就是感觉讲足紧张诶吼。哦，到底是咧紧张啥啦？啊，就是今仔日个来宾啊，来宾哦，安怎甲你刺激着？无来宾无甲我刺激，来宾真好，是我家己伫咧紧张。紧张，所以你敢会当讲重点？重点就是咱今日的来宾，伊真正有伫咧主持电台哦，所以咧，你态度都差，所以就是讲，我惊咱这假牌的表现无好啊。哎哟，咱嘛毋是讲假白啊，嘿啦，嘛是啦，咱是黑白边的啦。嘿啦，我即嘛接袂落去啊。那无你直接开掉就好，谢谢啊吼，开场。好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个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邓顺聪老师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感觉你拢足假，无先紧张，你看紧张毋是即种诶，这种吐槽，真的专业的老师，你莫讲听台好无？啥话？爱开冲去，系啊，即声系啊。无啦，你也讲袂出，咱莫主持好，直接切掉。我等下后加大时阵，再甲即个效果甲加起。你紧张嘛，做到无成功，小看就好啦，小看就好啊。阮听众朋友拢知影讲，阮就是上头前爱洗者，爱假者，爱有迄种就是迄种小可听起来爱叫。本来洗我洗车啊，就是小大回头一下。对。安尼老师，你敢要先简单自我介绍者？因为有一寡听众朋友啊，是拢无伫听咱台语台的。大家好，我顺聪，你会当看逐礼拜拜4个拜5下暗8點迄個好诶，甲大牌主持的大咱说，我是台语顧問，你有看到我本尊，啊是講你去冊店吼，你就是去網絡冊店拍鄧順聰3個就一堆冊拼出來，全部攏愛買落來嘿。順聰老師安尼就是咱直接就進入主題哦嘿。我邊看攏會驚，你知無？對啊，你驚啥？老師攏會就是講，你這句念唔對哦，啊你這個安怎，啊你這個情緒。伊早你做某項代誌，我是迄個台語的顧問，攏是顧問啊。老師攏自頭顧到尾迄種誒。了解。黑邊呐，你這是黑白邊呐，還是講正音啊？你聽清楚，你愛念調到最油的。阿彌陀佛，現在較好聽。伊等下一直叫我的名，結果咱等下規集就嗰啲嗶嗶嗶，個一直嗶嗶嗶啊小音啊，就跟阿明共款啊，就個要謝金燕啊。安尼老師請問一下，就是你是嘉義人嘛吼？敢會當甲就是聽眾朋友小可介紹一下，講咱嘉義一定愛去的所在。你也講，你敢知意思是嘉義人吼？最簡單的，尤其是嘉義縣的人講，我要去嘉義。哦。我講太太，我是民雄人嘛。對。我講我要去嘉義，阮太太就伊是家人來講，你足奇怪呢？你就是本身佇嘉義啊，講我要去嘉義，毋對哦，對。嘉義縣的人要去嘉義市中心，都講我要去嘉義。這個跟員林共款啊，就是市區。阮員林要去中華，我馬上講我要去中華。對啊，講你本地就是中華，是啊，去中華對吧？無，迄攏是中華人來阮員林嘛。所以我說民雄人嘛，啊，定來去嘉義市。啊，你講嘉義有啥物好算是來受罪啊？即麼講袂？先講民雄好啦，民雄即馬吼，以早吼民雄三寶來考者黑白邊，民雄三寶。民雄三寶誒，包啊喲，包啊嘛是。阿爸飯哦。阿爸飯。阿爸飯。阿爸飯。你阿爸。阿爸就好，免飯。毋是啦，你甲講毋對個，五爸爸啦。上出名的台就是去車頭，遐幾擺幾啊，互你牽去。啊，過來就是農產品就是旺來。旺來。對，旺來啊，你也看。旺來毋是南投。往來是台南關廟，這10幾檔真啊上好食的。毋是，因為阮中華啊，有阮爬一個山，阮中華阮連着，阮爬一個山，在南投迄規片攏是啊。有迄啥物鸳鸯漢橋啊。哦，對。往來產大學。關廟啊，啊，即馬這幾檔民雄是寫叫，啊，還有一項是最近上穿的。對。民雄的第三寶，即馬少年人攏知。幾啊厝。係啊，老師敢有去過？啊，你也是民雄人啊，吼，你也知是民雄人，民雄人伊甲伊講，迄無貴啦，
无几哦。因为阮细汉拢去过啊，点点嘛去对啊。呢，我有听阮朋友讲，因家己饲的哦，家己饲的嘛会走去哦。对，拢惊到要死，叫阮闽乡人就讲啊，这也无啥。你闽乡囡仔嘛定无贵啦。听众朋友，恁看袂到老师的表情，老师目白目睭白，你要知影是毋是闽乡人？讲到几啊厝，逐个外口是哦，这恐怖到底有鬼哦。闽乡人讲无啦。老师你是也是暗时去的，啊，我拢半暝去啊。半暝哦，啊，无啥物啊好惊刺激哦真的哦。哎呀，迄都是地方的传说要去哦，半暝该去啊。我去啊。有诶，我甲你讲。做大男生先，我大学的同学啊，讲要去，啊，阮就规台车甲载去，结果啊，阮一同学做惊贵，到门口骹就软去，去硬拖袂去，啊，所以根本就无入去。而是有迄体质会当感应着伊。嘛毋体质就是无胆，哦，系啊，所以恁老母无生大互伊啦，莫安尼啦。闽乡阮闽乡啊，即马做有气质，你做起车头啊吼，车头迄个就是吊起来，就是迄个车站是伫吊伫咧铁机顶头，就是做现代款的。哦，啊，落了你先去食牛肉，会当去七星药局，七星药局做甲老大人入面讲，哇，他遮清幽，袂输册店共款。哦，就甲迄台中的迄无眼科，眼科对，毋过阮是差不多是迄种形态。阮是甲朴实较有去。啊，你遐讲物件他食？遐无，你用买咖啡啦，啊，买药啊，你有啥物用？迄边徛，迄边上买啥物会当买一般的药啊？较旧的梗就要甲伊翻新安尼哦。嘿，就是旧人华语叫做老屋新力，我甲好做旧厝，佫真有力，就是旧厝哦，伊佫有气力啊。你是第一站嘛，7星，啊，过来你佫行，你就去大树内庙拜拜啊。啊，最近啊，伊翻，因为第一档也是流水啊，翻过几啊届，最近啊，佫翻新嘛。啊，你当暗头啊去，暗头伊迄光啊，照啊足水，佫开阔。哦，嘛是做清幽，做有气质的。你讲有迄电火哦？对，因为有迄电光秀伊迄个大电啊，会流水，所以前一阵啊，佫封起来，佫翻修。啊，即摆吼，伊就是有光，啊，甲内面做较清气，所以吼真有气质。甲我共款，老师一直强调气质哦，变你使过去笑，无我甲咱两个共款。啊，你落来要甲伊遮音，讲你啥物代志讲毋对。甲咱两个共款，无紧啊，阮就是逐工拢咧甲听众朋友回信咧啊。阮就是讲的讲啥是讲一个啥，阮讲歹势啊，阮无确定啊，先甲恁回信咧。啊，第三你就爱去，你下早去较好，因为整场拢共款嘛。暗头就无啥物，暗头剩几啊厝尔嘛。哦。啊，你就会当去闽乡市啊，吼，闽乡市啊，我即摆咧送就是崩皮面。哦，崩皮面，阮中华嘛有呢。崩皮面，对啊，你嘛崩皮，你就嘛叫拉面、蛤蟆面，啥物恁中华面对啊。哎，啊，崩皮面就是讲甲猪啊，迄皮厝落来，啊，去日头泡打了吼，就是切的、剁的了。啊，毋是爱煎过。啊，过煎。对。啊，对啊，就过煎。碰。啊，不过啊吼，闽乡最好食是安怎？尤其是闽乡北港嘛做济，是安怎？因为遐日头晒几啊工，要晒几工日头偌炎，迄是有美够功夫的。互你选啊，你要去因遐食因的崩皮面，是要来阮中华食阮的崩皮。啊，佫我去家己，我是半个家己人。哦，是吼。阮阿母是家己人，拢去。伊可能嘛知迄崩皮面，啊，阮面有最后3间，有诶是切仔面，有诶是辣仔面，辣仔面就是先炒了。对啊，辣面就是阮迄。你要甲辣的了，可以换内底，啊，甲迄崩皮卤食甲淋去顶头。哇！我之前有听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人讲辣仔面，伊叫是辣，迄个辣，伊讲内底一定爱放辣面。辣面内底一定爱放辣，我讲无啦，无迄啦，阮咧大骨汤呢。你就原因人。你去彰化市，我一摆就是去网络大选拉仔面，就是我讲这敢是拉面，我想两个是阮，毋是，真正是拉面。彰化市是滚拉汤，有彰化市有诶有滚，就是拉，但是湾林诶拢无。是你湾林，我讲彰化市，阮就是湾林啦。我讲彰化市内底是拉面，啊，伊佫有一种诶吼，鸟翅面，鸟翅面是啥物？彰化市三宝，你湾林人吼，恁才分较才开。阮就湾林无鸟翅的鸟翅，无鸟翅的鸟翅。你湾林人收好嘢啊，吼，拢收好翅啊好。真诶，彰化市三宝肉丸。你即摆是咧介绍家己的呢？啊，有老师跳鸟翅面蛤蟆汤，啊，所以你在闽乡啊，你有三宝要食蚵仔、牛肉啊、王来，看几啊厝，食崩皮面，啊，上尾你会当去一个家己叫万灵魂，迄真正做万灵魂，咖啡做赞的。我拢买伊迄个，因为我住台北，拢买伊咖啡包，就鱼仔包。报你的名介，有啥物苏北老师哦，安尼吼。我甲老师讲一下。顺聪老师哦，安尼甲拍。伊会甲讲，顺聪老师买伊的鱼仔包，
鱼仔包，鱼仔包啊，我拢是台北泡啊。哦，因为民俗，我感觉你买即种买咖啡，即嘛是愈装较愈好。对，因为吼，咱台北也是讲较大较市内迄种成本习惯店做，所以迄本拢一点诶。哦一点啊愈装较愈济愈功夫，因为有时间好啊来。哦，对，真材实料好啦。啦，回嚟就冰箱吼，去拍落过。好，安安尼尼讲话市哈，是家己家己，生套套，阮之前已经有，阮之前有家己2集啊，毋是家己，你讲啥？中中华2集啊，啊，无园林，有啊，食米糕拢咧讲啊园林，食米糕食老师饱刚刚对园丸林较熟园林咧。米糕迄间上好食，已经无啊，啊，对啊好，佳仔我有食过，我搁去上间台湾食过。赞好啦，讲收远来问第二条，紧诶啦，就是常常看老师面册铺文啊，敢若呢四界走，一下伫北部，一下伫南部，啊是因为做工课关，做工课关系别晓，紧张啦，我就紧张诶，伊惊叫你纠正啦，对吧？我掠黑边，我掠白边，什么态度？敢是因为工课关系，对啊，因为我是算作家嘛，嘿，对，本质是做灵感做文青做气质，嘿对，了解了解，不足的少年啦。迄时阵高中大学啊，甲阮太太做诶是，磅一个，竟然要55公斤，55公斤要散的呢啊，。腰比阮太太搁较细，啊，即摆当然无共款啦，是。啊，你敢有穿迄足悬的裤，啊，迄就是迄时阵无时间迄啦。哦是哦，迄是，嘿啊，迄时阵就是腰较瘦啊，尾啊，就是豆豆就是人讲文青变做阿伯啊嘛，对吧？文青文青阿伯，对吧？啊，我就开始，因迄时阵拢是读册尔，尾啊对读足顺的本啊，尾啊发现讲，我住大的所在，咱台湾嗯对，有足侪真赞的所在，吼，嗯所以我就对啊开始去行大，世界行大。嗯这是我的工课，因为我写海边，我热真就是高雄鹅仔寮、小寮滚迄个所在，对，还是写家人的气味。嗯啊，当然我伫网络写这个文章，我就是希望用我家己的角度，甲咱台湾的水、对，好的人情味，啊，搁有好食的物件，啊，就世界甲介绍出。所以我有一阵仔先真热啊，就是趁去演讲的时阵，我拢是趁去，譬如讲我去过园林啊，哎，去园林高中啊，哦啊，我去的时阵，我就去演讲煞了，我就搁为园林高中行去车头，哦，安尼遐有真侪物件他做这物件好像有冰啊，啊，有做这啊园林高中我就互因学生冤家。是安怎？因为我讲对一所在肉丸上好食，哦，这一定会拍起因来。为园林高中是足侪所在，就是对，中华各所在来，所以对鹿港的讲鹿港好食，中华市讲中华市好食。北斗会讲，北斗讲宝岛搁较受气，对我是肉丸的开基祖呢。你讲，所以就是讲我四界去演讲，迄时阵一档上侪有100外场啦。对哦，啊，台北嘛有，毋过啊吼，北关市的人较爱我去，因为我拢 yes。啊，我足欢喜的，去个所在问个材料，恁遮有啥物好食？啊是讲有啥物水风景，啥古厝，啥历史，所以我就是拿演讲，拿行大，啊拿大面册翕相，啊甚至就变做我写作一部分，啊我就甲写入去我的作品内底。安尼咱拄好会当接后一条，就是老师，阮看讲你最近你的卖奖额，你有分做2个，请问讲即2个有啥物差别？就是今年过年的时阵，我这人就在变出头嘛，嘿，啊就想今年要补啥新的物件，来开一个卖奖也好啦。嘿，嘿啊，我就甲阮囡仔讲，恁替我爸爸想一个叫啥物？啊，当然，阮查某囝想拢毋正宗，迄袂当讲，会叫消音。嘿啊，尾啊，吼，我本来第一个想到就是顺从款，嘿，毋过顺从款，阮囡仔讲，这无啥物特色啊，这有啥有啥？顺从这2个字也无人要看。尾啊，吼，我就问做侪朋友。想2个月了，决定嘛是叫顺从款，安尼无猜即2个月就先甲开开啊！对啊，我甲有时阵，真的比如囡仔号名共款，还是你要决定你的册名，还是你的店的名？第一个想法了呢。对，对，其实有时第一个就是你想，比如讲你边仔做者吼，你有介意的人嘛，到尾你嘛是倒来吼，你第头一个介意，好讲实在就是第一个想到安尼。上着啊，顺从款就是本来是讲款嘛，就是有一个班，对啊，甲我即件物件甲款起来，啊吼，啊就是讲文青阿伯班对对，这物件啊，我又搁请我一个家己设计师吼对，这真正是引导我上林家在先生，嘿，哦，伊个是啥物设计工会理事长，哦，哦设计讲。连刚请伊来，因兜上嘿啊，会使来我甲你设讲，计一个你的老，你毋是紧张，你的老喙喏。哦，叫伊来，伊家年的差不多，毋过看起来都在笑的，真的啊真正够互身体够用啊，非得就是各方面的会使摸伊无？喂，无啦，啊，还有讲笑消音，
尾啊，我落车加在遐设计，加在因为阮做熟的啊，面册是伫家己定来啉咖啡啥物，所以一个就掠着我诶。你想要迄个感觉，嘿，就是讲，这个人就是活跳跳四个走，毋过内面有做者有路赞助诶物件啊。伊设计我看，伊就讲顺创甲伊讲毋免改，你完全了解100%，大了解顺创，嘿啊。所以我讲设计吼，即讲是用到美学的物件，毋是水水就好。真诶啊，是啊，你要符合你迄个使用者诶迄个。对，你要了解伊诶内心、伊诶个性，即种物件是爱做者功课。啊，尾顺创看出来了，还是讲啊。来拼一个迄个卖种业的人数嘛，我有2万人，我拢收广告，即满2000多人。恁甲安尼一个问啊，我用收到，对啊，为什么要开这卖种啊？因为顺创要讲的物件收济啊，规期开2下。哦，地顺创你有2种方向安尼。对啊，地顺创主要是较个人的，就是较趣味啊。顺创款就是一寡台文、想要就是台语、台湾，也是一寡一寡资讯。因为你若刚打一个顺创款，你可能打3工了，面册就开始，你大本收者要甲伊关起来。所以你就是爱就是让一个人就分做，这时阵这个打顺创款，这打地顺创，大概有这分别啦。不过尾也发现讲，这个面册啊吼，面册即摆演算机制都奇怪。你也是买种，都叫你爱买广告嘛。对啊，我就先甲写好关掉啊，这叫消音哦。你的点话率就低啊。我就先甲啥物立字，啥物拢关，就是我买广告，我就是。啊，尾伊搁较大胆呢。你要大文的时阵，伊直接问你要用面册，还是要用 business，就是叫你开。对，基本上。这真正启蒙大好呢。启蒙大好啊！而且你敢有发现，就是这个物件我顶工本来要做，就是你伫迄后台啊，譬如讲有迄啥物，就是。一地所在，你若无放物件，伊有一个伊家己就是系统设定的图，你敢知迄个图的动物是啥物？是啥物啊？你叫 Meta 鸟形嘛？系啊，鸟形嘛？真的？全部拢鸟形呢？我就问伊讲奇怪，你啥物动物毋用？你用鸟形，啥物意思？是啊，你讲我面向肉包啊？面向肉包代表不啦？我是哦。这啊，当然这是一个商业啦，就是讲，这嘛无啥物好玩谈，那也无共收钱啊。是啦，我太太讲，就问我讲，是讲你的顺创看拢看袂到。无，因为本来就是讲，就是你打开始创的时阵，你有一寡关键字啊，是讲啥，就是爱别人帮你放上，才会看有。而且即马追踪机制就奇怪，就是讲你若无设定讲抢先看，还是讲就是跳较头前，伊就是叫白迄，伊想要互你看的广告，并且就是安尼，就是伊想要互你看啥就看啥。其实嘛袂怨谈啦，伊拄开始你会做紧，叫锁起来，也是讲你讲啥物件吼，讲你这是啥物18禁即种。咱可能较紧诶因为咱等下有人要用咱一间。你讲袂完咯，不过啊吼，讲一句重点就是免怪伊啊。啊，这做两起战，你对你销你的册对你的收视率无啥物帮助。老师，你内底是查甫甲查某都一个较济？拢是较有岁甲共诶，35岁到40岁。啊，电脑是都市甲增较一半。啊，当然我这是较人讲我是知识类的吼。对啦，知识类本来要拍入去。KOL 啦，啊，我讲你莫收信到这个网络的媒体。真的。因为咱嘛讲有者有先做气，有先做哇。用这个赞都有一本册拢无人买，迄个系啊，我感觉就是毋免收怪，咱就趣味就好啦。慢慢怪人，咱嘛无共买广告啊，系啊。后一个吼讲袂完。过来就是头拄老师有讲着咧做迄顾问的老师，请问你做这个顾问，敢有做啥物功课？免做啊，免做哦，变甲定落去。就是譬如讲，就是我有看节目啊，雄会问讲老师，啥物的代志要安怎讲？啥物？譬如讲，迄当阵你啥物掠啥物件，掠啥物的迄事先告诉我做功课。你若是电视节目一定有的嘛，拢有卡本。而且卡本做这拢是我甲改的。以后我改，因为台文的所在是海外大南先生，这节目台文是我负责，所以标题啊名啊，大家安怎念，因为文你较爱念。啊是一寡标题，啊是一寡台语物件，我拢爱先甲改过、写过，啊，拢用台文甲写好。安尼功课真济哦。毋过就是好的啊，嘛是临时 pass 一寡互我，还是大牌。好的较会，好的较会。因为会就是伊甲年会差不多拢一种话啦，所以我大概想差不多。大牌较歹会，伊会问一个我完全拢无想过。比如讲，顺畅老师为什么叫阿里山，毋是阿里山？啊，我想啊。
滴滴嘟嘟，咱讲，我出生文甲白的关文白音差别。可能就是阿里山的，就是文音来，嘿啊啊，竹楼山嘛，迄时我就伊问者，我颠倒毋知要安讲。哦，啊，好问的，就是你就知，阮遮伊就是蛋球互你拍，啊，你安拍倒来安尼。卡本无的是大牌卡包会啦，大牌。啊，毋过就是讲，即个有时恁就当然你进前功课要做了好势。是啊，基本上因为网络，还是我去上课，还是节目。我嘛注意个节目，大家问的问题其实拢差不多啦，袂共袂共。但袂当讲全部拢会晓，差不多10个会有一个我想无熟。我讲这是足赞的，因为你老师无可能全部拢会晓啊。对，这颠倒是我感觉是上好的礼物，甲你讲，你无想到这。对，甲无共款的人开讲，就是咱像咱邀请无共款的来宾来，阮拢会听到一寡无共款的物件。对啊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讲，无啥物拢会晓的，咱就是吼，人面爱好看。其实在一寡人，其实伊会互你做赞的礼物。好，安尼头拄讲到大牌，老师就是有做大牌的老师啊，所以你会安怎安排伊的课程的内容？有做啥物教材？因为咱行这个，比如讲咱是教台语台文这方面，拄开始你是讲我就是个老师，所以咧设计一个教材，规个拢爱罗马拼音啊，爱这个汉文字啊，啊，这个是来天气甲你讲。啊，较早安怎讲？吼，啊，一个台语个，我感觉吼，大牌因为伊妈妈是客人，爸爸是算外省人，啊，细汉纽西兰完全无，啊，伊会知影台语可能，是咱的媒体甲伊主持最后30米甲一个节目，对，啊，所以知影这，啊，毋过伊基本上对话能力是等于是零啦，伊听有啦，伊听有，啊，当然较深的就听无，吼。拄开始我是用即个教材，我想好哦，台语魔法学校来有这个教材。我也上两节课了，伊就甲伊制作人反映讲，老师这物件我感觉收过硬到啊。我也吼，我感觉有时阵咱学生会互咱物件更较济，不一定是咱老师啊吼。所以大牌就讲，咱伊咱来开讲伊最近拄着的代志。哦，较生活，较生活物件，啊伊啊吼伊讲，啊我顺伊讲的话去补一寡词，啊台语安怎讲？可能天气啊，就讲啥物天啥物。譬如讲，伊去花莲去爬山，啊去拜拜，啊就讲啊你最近发生啥？啊是讲伊，因为伊是最后30米有一只乌鹅就是杀人鲸吼，伊去救伊就是迄个伊已经跨堑啦，就是搁浅的时阵，伊甲救伊迄家人的迄靠山迄个背刀啊，伊就去斗相共，互伊因为伊已经无力啦，爱甲抱起来，互伊喘气即种。伊讲这过程，哎哟，颠倒安尼啊吼，第一我伊就是顺这个语句，我甲教一寡整理出来了，补充一寡词，台语安怎讲？安尼顺的，安尼颠倒伊我都伫生活当中甲伊拄着的代志。甲讲出来，啊！海导览先生嘛是安尼，就是讲，伊就是虽然导览先生2个8分钟里讲因的地方大细项的历史，对，啊，毋过我有一个岛啊，逐个咧开讲食物件，卖书、咱装卡泡茶，啊，大牌伊算台语上烂的，啊，其他拢做甲我讲，伊就南面内面问一寡较白痴的问题，较趣味的问题，啊，等到迄。感觉做就是，你要有台语啊吼，你爱互你家己迄个学生的立场，互伊的生活开始。啊，你甲等伊咧地图内底，伊就是听无伊的问，啊，伊会念一句话，安尼练。我感觉阮细汉就是安尼读，安尼学台语啊。伊真个观众朋友拢有讲，就是伊拄第一集到即马，咱已经上尾啊嘛，对。伊就讲伊进步程度足大诶。哦，伊进步足大。伊原本就是想无要安怎讲安尼，即马就会当讲。老师我有问题啊，问啥安尼。对，啊伊嘛会当，阮就鼓舞的。逐个讲台语无好诶人，你莫甲出来。啊，你不要讲。咱爱共鼓舞讲，来，你大讲，我甲你补充，互伊有迄个胆，来甲讲出来。甚至你即个地刀啊，嘛毋是地刀啊，泡地刀啊，泡地，逐个开讲诶过程当中。你的语感，甲你的思维吼思考落达入去内底啊，有时阵伊佫会补一寡讲法，我颠倒伊讲较做好。老师，你敢知影？就是网友其实有反映讲，就是因希望讲顾问会当讲较济咧。因讲现场拢来宾你讲爱顾问甲迄个另外2个来宾拢讲伤少，因讲希望加听恁讲话，这阮拢有甲这个当面讲。我是讲，因为我感觉就是。因总做甲我讲诶啦，对，嘿啦，啊，我毋是啥物金城武啊，毋是悟空啊，金城武是阮翁。我即马题目过啊，即马毋是消音，即马是直接无声音。安尼吼，
我来问讲，就是像老师即摆啊，一届有2本册入选这第44届文化部中小学图书选届，你的心情啥款？一届2本呢？哎呀，就厉害，厉害啊，呢毋！是一本尔。无2 2本哦，本啊！哦，我是感觉就是真欢喜吼，真摕到即个中文化部中小学生读物选届的奖，我今日真好，我感谢阮爸爸，我是新民，感谢你。拢无，敢有收到啥物所以通知？伊事先无通知，大家拢嘛毋知。所以入围的人嘛毋知。我到底是安怎选的，我嘛毋知。伊无莫名其妙就讲，恭喜你，你摕到诺贝尔文学奖。还是出版社替你投的？可能是出版社啦吼。哦，为了对较重要，我感觉就是做感本，因为即摆册大家拢无爱买册啊。对哦对哎呀，我这爱讲爱 complain 一点啦，拢要甲我借册，是讲老师这资料要就要 copy，我册就有先来买。我讲这个是啊，你甘愿开钱去食猫咪烘肉的，吼，一顿爱千外箍的，什么看？哎呀，咱即马甲老师问啊，老师来，阮会当甲你问啊，就是你的迄小说啊，阮敢会使就是阮买册啊，阮就是伫这 Podcast 面顶 OK 啊，念你的小说，我就会当念阮就 OK 连啊。甲伊演，甲规本演好了，阮注明是家己学校遐地顺从写写，猫咪出版社，无问题，无问题你念吧 OK 啦。因为阮看你网络顶出版社替你做的，敢若4张，就是哦， 4张尔有念。你用念啊？阮两个迄工就你也讲，念袂顺，啊是有毋对去，我就甲你念。你也教，你也好大力啦。啊，你都做歹做，歹做，欸歹做。我感觉台语甲以前无共款，尤其台文就是讲，以前拢是感觉迄个。毋是对体制，拢体制外啊！你若讲台语就是袂晓读册，还是讲还无水准？即摆无共款啦系即摆啊，即摆吼有水准人家读台语哦。对，即领吼华语逐个拢会晓嘛。啊，你若对讲台语，哇，会晓选着台学生会会长呢。对，啊，入去学校内底，伊遐讲台文，以早就感觉是较要读，即摆颠倒变做一种代表，就是讲你是教学文的，教对，水准。而且表示讲你有伫关心咱在地母语的变化，甲一寡有诶无诶，所以听众朋友就写批讲叫阮来念小说的时候，阮就伫遐想讲，哈，即摆是要甲阮考倒来。来，我今仔有传3本啦吼。第头一本就是台书啊，教会去工商一个。啊，这就开放互你来念，因为有一个随书的迄母语家庭，伊嘛有念。啊，尾啊念啊无念完啦，因为讲事实有较难淡薄，因为你台文学甲无够爱时间啦，吼。第一个就台书教会去。啦，啊，阮无一定会做哦，听众朋友你无做就记，我就消音啊。啊，第二本就是我就要来去死较底，咱互你念啦。是毋是有出有声？伊即摆就是要进入咱后一条啊。啊，你会当听迄个 QR code，啊，就是照了。恁念 OK 啦，非伫咧版权伫我手头。佮有台语新花开，台语新花开是华语写，毋过啊吼，后壁有一个字词表。对。啊，你会当照这字词表，你会当发挥，非你这我家己的物件吼。拢你的版权嘛对。对啊，你会当来念看。是较入门款的吼。入门款的吼。这较简单的吼，台语好日子上简单。啊，第二难的就是这个，过来就台语新花开。念诗这伤紧啊，阮节目爱有30分钟。对啊，念诗你有念10届啊？我都要来去，我都要来去，我都要来去，哟，这个变 rap， 安尼该叫叶家来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讲迄个，用台语新花开有讲到迄个缘投的嘛。讲娘啊，少年家乌领乌狗嘛，对吧？讲这人做飘地的，做缘投的。其实咱会当就是。用台语心花开家念做台语，用咱的家翻译，啊老师就随讲，你这个袂使，叮叮叮叮叮。因为有一寡词啊，吼，我台面有一新的，台语新花有一新的词，拢是甲咱即摆现代生活做有关牵卡的。啊，恁会当用这词，比如讲来做句一个，吼，现在现一个。哦，咱今日就是开放，就是会第几啊？来写神，学台语有未来的显化。哦，对，阮学台语拄你才显啊，阮的表示讲这版权都会出来。就是家己学教遐地顺聪老师。所以就是老师入选的，就是这2本，我就要来去拖汤去弄。人险大学教会。啊好，白白。人险，就是龙险，就是迄个冒险的意思。哦。啊，老师，你敢要讲一下，就是台师教会起来咧写啥？小可讲一下好。我毋知恁播出是啥物时阵，就是即摆是7月时啊嘛。啊，阮民雄上头咧所时间就是7月21到23下加就普渡啦，民雄普渡啦。对。啊，普渡就是
就是会送迄个台书啊。台书啊，其实伊无算正式，伊就是讲干破的，就是贵来到咱民间啊，需要有一个警察局长来讲，哦，你莫袂来哦，还是叫台书，所以前面了解都歹。对啊，等伊管伊这普渡刷了，伊嘛来对这规矩就化会升天啦。啊，我们尾就是台书啊，即摆有新尊啊啦，啊，毋过伊早干那走纸就是纸糊的，啊，就是做一个台书啊。到7月23暗时11点外，就是个化会升天啊。这是阮民雄上重要、上听老的嘛是嘉义3大庆典之一。啊，我就甲这个阮细汉上期待就是一天，因为就是做这迄摆做这单会当食好料，会当食，会当生冰糕啊、拍珠啊、啥物啊，搁拜拜。囡仔上介意老这，因为伊早装卡其实是无啥物消遣呐，对啊，甲电视嘛无啥物。暗时8点了咯，啥物都无啊，电话都关了了。系啊，所以老咧是阮细汉上去，我就甲这个老咧甲写做一个故事，这个主角叫做拓汤的去人，这是第一本啊，第二本当咧写。第二本当咧写，哎哟，咱这是民雄嘛，佮是规个家己关。哦。啊，第3本会写家己，毋过拢收好，毋过是要写物件收济啊，而且我佮做一个功课，爱先准备。啊，我就调查嘉义关，即摆你做功课就是嘉义关传说故事庙，啊，甲遐新村甲遐风景啦。安尼差不多会当写一个论文啊。这个大学交去可能啊，我看3-4万字啊。第二个叫自乐文化列车，可能要20万字。我卡本拢拍好。册名已经好啊，卡本嘛好啊。对啊，就是世界去嘉义关佚佗啊。拄着啥物新名啥物鬼啊？主要是袂输 Pokemon 去掠妖。啊，因为嘉义做者传出故事，啊，你有乌狗精嘛，破主上出来乌狗精嘛。乌狗精。对啊，做者故事我就是用这个袂输拍电动的方式来写。我感觉就是台语有时阵，你也真正要考检定，你就真正较认真。像阮太太去前几工去考哦，I 叫搁较遮难。伊考啥物 B 啦。哦。啊，常常甲我问我讲啊，问我讲啊毋对就叫骂恁这台文，恁这台佬啊，恁这台佬啊，拢我爸母，迄是我讲，迄是你毋捌。系啊，啊，毋过就是讲，我感觉学台语还有一个台语讲啊欢喜。泡茶罔开讲，啊！你啊台文，咱就是啊台文用啊做欢喜啊。咱上册就是读册时吼，一字毋对就去用拍手噻。咱学台文也是一个做欢喜的代志，啊！大家拢嘛来学，对啊，就是你看到台文就目睭就不灵不灵金嘛，对吧？我拢甲听众朋友讲，就是你着当做讲认证，是互家己一个就是试验，啊无过嘛无代表讲你台语无好，也是讲无过代表讲。就是你无迄个心要学习的，因为你着想做讲，就是可能迄个物件是你无捌过，像即个考试的人，一个人一堆人无听过，爱白叫对，爱白叫母，袂当一定爱过无啦。我感觉就是真侪人嘛无听过播歌啊，播歌啊对啦，对啊，其实播歌拢其实正讲的播歌无遐正经咧。是哦。你听过迄个阿公阿嬷你讲迄播歌无？哦，会去用消音。迄消音嘛，你毋通讲啊！阮是一个优质的开讲节目。其实台语有做侪赞助，伊有做雅气的，做雅，做深的哦，嘛有做竖上的，嘛有做消音的。做消音。所以我感觉就是台语就是一个世界，咱另外这个世界姊妹世界，比如泡茶共款，互伊做欢喜的。啊，检定是互你家己一个任务为目标，你这个时间就好好读。对，但是其实你听，就是这物件全部斗起来，就是咱的文化，文化本来就分迄文雅的、中的，啊，有迄较有色水。讲是要甲你考较倒做较单的。真的哦，凊彩考就倒啊。对啊，所以这要考较倒，毋过咱无必要嘛，咱是甲伊做者赞助的嘛。啊，上主要就是咱会当沟通，啊，另外拍客用录拍客。重点是爱接讲。定讲，毋惊，就拢爱讲，像大牌安尼。对啊，我感觉伊是一个，我感觉伊算我1号的学生。1号。算真正有迄个 Google Meet 即种，真正一个教，无可能时拢是上课尔。对。啊，伊嘛做拍拼，伊做认真的呢。伊最后30米，伊嘛不要受罪，伊讲是讲伊纽西兰读册，无啊，伊细细大汉，毋过纽西兰伊毋捌捌。因为算无离海边啊，所以嘛比较受罪，会当主持最后30米。无使啊讲台语变做会当主持台语节目。所以我感觉咱即马吼台语就是好愈侪人愈好。伊啥物拿头得气，观光老兵拢入来，大家就是等入来了。拿头得气是花溪钓台的一个小编，伊叫拿头得气编。啊，观光老就是讲你安尼啊吼，大拢入来啊，男女即个。咱来泡茶，这个口仔内底，互人啊做欢喜的，啊毋做好的，啊其实本来就做欢喜的，阮自细汉你当较大汉，
如讲阮孙仔最近要考大学嘛，迄叫啥物考啊？即考伊就做有做咧，讲阿伯要安怎咧考袂好。叫阮爸吼，伊拉讲啊，就带讲啊，看伊有做就带去内山，阮弟我啊，做得来去，找朋友去找朋友。收起来啊阮爸迄朋友啊，吼，一翁仔某啊，伫内山就做山骹，啊，我煮饭互你食，讲笑话，对，讲一寡装脚话，讲吼，拉天哩啊，吼，讲天说地，结果阮孙仔就阿伯有做欢喜的呢，心情较好啊。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早的物件，就是讲你吼要消透吼，你要解物质足侪款，其中一个就是咱去别人兜去过家去拜访。对啊，你看过家，老师有你讲过家，恁拢讲你无听过过家。看所在啦，我讲我进前就是换，为我讲我去你遐过家者，伊讲过家啥意思？我讲就是我去恁兜啊。伫恁兜去所拜访者，接触一个啦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消透，阮细汉就是安尼啊，阮爸甲带去遐朋友，有诶是做有医生馆，迄著迄医生就只有医院诶，做去一个。有诶，阮爸遐朋友吼，有诶可能较随意一个啦，就开始要消音嘛。安尼袂使，安尼就进入后一条，这工商服务时间，老师你剩最后1分钟，然后工商服务啊。我是讲开讲台语是一种做消透，阮细汉就是安尼去别人家庭过节采用去甲人开讲，安尼就是上好诶台语诶环境。后来工商一个工商服务时间，顺种诶作品啊吼，我甲你讲嘛吼，对，你甲你讲，甲你讲啊，你若要学台语，学台语的第一本册叫做《台语好日子》，台语好日子，教你十个撇步，你生活当然学起来。啊，当有简单的台语甲台文汉字。啊，伊学袂起来，敢会当找你就是赔钱。学袂起来就听，就找台语台这个 podcast。继续听落去啊，你学甲吼差不多啊，吼也这啊，你就来台语新会开，有一生的书，50篇文章，教你哩现代生活哦，佫是现代生活，咱袂输细胞的公司共款，甲台语学起来。啊，过来你也要较深吼，咱会当来读。我倒买来去就是顺种啊，足深感情的时间。足深感情，有可能啊，而且吼你读无要紧，讲奇怪，逐个字拢捌读，斗起拢毋捌的呢。要 QR code，甲敲落去了，伊就拢念无你听。有诶是顺创诶，大部分是，我即马感觉上赞诶配音员。音乐人黄静啊，阮剧团 MC JJ， 佮公司台语台伟明甲嘉豪，啊，佮专业配音员王美、尤真甲莫宣明，或者是啊，你也想要听故事，就是《拓汤起人险》诶第一集，大树遐教会去，讲诶就是传说的故事。而且第二集嘛要准备啊，你共款拢共款拢念互你听，就是王美就是完啊，咱公司台语完啊，加小王子诶配音员。对啦，啊，阮可能有可能会念几篇啦，阮有可能。我见啊，这册懵讲啊，这册互恁参，系啊，对啊，著名是家己学到遐地顺创。好，无问题。啊，个即马拜4拜5，8点，嗨，杜兰先生，大家好，我顺创。安尼好啊吼，工商服务了，遮少遮短哦。佫有啊？无啊，问看你佫有。啊，你会当到顺创的面册，顺创款，拜托，只要甲2千块了。我是讲我有2包，我都收钱，收钱嘛，要有啦，阮到时阵铺文的时阵会甲顺创款迄个藏起咧。老师讲你用 IG 哦，有啊，毋过 IG 我是无啥利用啦。哦，IG 我是追踪迄个一家。哦，老师讲是伊的 fans 哦。老师是讲家己查某囡仔，佫是家己用，佫爱食火鸡肉饭，有台文，即种当然爱把支持啊。市花佫咧叫你啊，爱豆叫你啊。对啊，安尼差不多。系啊，阮囡仔佫即马做销迄个微专用的迄个那么一样。哦，我知那么一样。即马上穿的。伊做高水的呢。阮做本来无要看野球的，无看讲球，拢看伊高水噶，你知影阮讲啥无？无要紧，我等下摕影片。那么一样，原住民哦赞。哎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今日咱等下要去用赶啊。来，好来。安尼要收尾啊，对。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借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！OK， 好来哦，准备哦。你先讲我先。我等下来啾个声，嘛是爱等老师念了。听看到我拢会紧张。你别再叫我的名，我要甲这段卡掉。伊是欧边，伊是欧边哦。我查到迄个有2个字消音不秒消音。你欧边这白边啊？